加原先是龙崎国小土崎分校，因为这边的人口流失，那以至于这边学生就没有学生在这边就读。那当地居民经过里民会议，那决定把这边改为土崎集会所，供土崎这边的民众或是附近社区的民众在这边可以当个集会、开会，还有活动的场所。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龙崎区土崎里民活动中心前身为龙崎国小土崎分校以拨的老旧校舍，建筑物使用年代已久且基地不稳，因此龙崎区公所申请中央前瞻计划经费办理改善工程。崭新的里民活动中心近期落成，采用钢骨结构，并在屋顶全面设置太阳光电板。除了提供当地民众更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外，也落实城市绿能减碳的政策。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非常高兴，你看可以来到我们龙崎土崎里看到这个新的活动中心的揭牌落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环保概念，而且造型很漂亮的一个活动中心。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安全，因为旧的活动中心结构出现一些问题那为了里面的活动的时候的安全，我们就打掉重练，盖一个新的活动中心。那也谢谢我们各位议员，那在中央垫付款的方面全力支持，让我们工程没有延宕，直接顺利的完成。但是因为在山区，所以它的那个结构上面要再加强。那所以说我们总共前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我们也希望说许多的建设不因为偏乡，不因为山区而有所偏废，尤其该给民众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都一定要尽力努力来达成。谢谢中央的补助，谢谢议会的支持，谢谢各位里民的监督，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又很漂亮的里民活动中心可以在这边活动。谢谢。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收看12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为落实照顾弱势为优先的施政，特别伫圣诞分享日子，结合民间甲政教会力量，募集到3000个礼物包，将分送予弱势家庭。上午市长为提出面，肯定大家用实际行动付出爱甲关心。为了全面照顾弱势，台南市公部门结合 TVBS 新闻爱基金会、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以及在地61间教会，伫短短时间就募集3000份的礼物包，包括1000块的食物券。透过社会局甲各区公所协助，将分送到3000户弱势家庭。上午市长亲自主持爱心启航记者会，感谢教会兄弟爱无限。这一次各位可以看到叫携手爱无限。其实我们在媒体作为媒体，我们叫信望爱，就是永续基金会。我想我今天在下了高铁，我看了第一个 logo 就是永续经营。台南的口号有3个永续，那这个永续里面其实都是出于爱。这个永续里面是爱这个地图，爱这个地图上面的人，特别我们在这样子的环节当中，其实弱势的是我们在疫情过后，我们必须能够关怀的朋友们，这些我们特别有一些，虽然在政府的规列之下，可能不一定是在我们的名单上，但是我常常讲，教会最不缺的就是爱。非常宝贵的记者会，其实充满了感动。TBS 县外永续基金会，如果它是抛砖引玉那我们教育协会是穿针引线其实教会这边很多我们台南教会的领袖在这里，其实教会刚刚讲不缺的是爱，教会爱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能够跟公部门有更好的对接，那这些爱心能够到合适的地方，到对的地方，我相信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真是看到因为大家一起携手，一起合作，我们就相信爱会无限。我们非常感谢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还有基督教文化协会，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教的各位牧者，大家非常非常的关爱台南市，对于台南市一些比较弱势、比较边缘，但是还没有符合政府的相关的社会安全网的市民朋友们伸出援手这个募集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礼物包，能够让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寒冬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其实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长久以来就在关怀社会上许许多的角落上，不管是年少的小朋友或者是长者，其实对于社会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圣诞节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分享，人讲教会上无欠的就是爱，这摆串联行动嘛是一个开端，要让每一份礼物发挥上大价值甲温暖。台南新闻顾问及林银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赞不赞？赞！为台南的手机餐饮已经连续10天宴请南台南家扶中心的儿童做伙过圣诞，就因为头家娘陈雅琪曾经是家扶的主力青年，竟然当体会每一个过节的期待甲失落，所以伫有能力以后，一定要回馈甲帮助囡仔。目前永安平甲北区2间餐饮店面的头家娘雅琪，佮拍算扩大版图。外表就互人较强势印象，不过其实伊回想中式下期间的经济弱势，曾经是一家伙3个人食一个便当，接受家扶中心的物资救助，除了互伊更加珍惜资源，努力向上。现在甲翁婿做伙创业有成以后，为到圣诞节进前，拢用充满温度的料理，营造欢乐的气氛来宴请家扶儿童。今年回馈已经满10档，算算的超过500名受惠。头家娘本身且讲，店若无倒就继续办。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家庭他困顿可以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啊？就是像我们家可能就是必须说，一个便当要分到3个人吃啊，然后会常常产生那种入不敷出的状况。那其实家扶那时候给我的一些，不管是奖助学金啊，或者是一些物资，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那时候很大的帮助。那在我们可以自力更生的时候，就是经济状况是已经出现比较平稳的状况下，我们就去把家扶中心的这些福利停掉，留给更需要的学弟妹。面对这份甲家扶中心的缘分，以及10年来爱的传承，南台南家扶中心主任嘛相当的感佩，透过雅琪的抛砖引玉，带动台南 BNI 商会热情支持。我这边就仅代表我们家扶中心，谢谢我们雅琪跟她的先生，然后还有雅琪她的朋友一起，然后让孩子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很温馨的一刻。那我希望说，当然，雅琪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精神，一个传承爱的精神，我们希望说社会上有更多人，然后来关心、来支持家扶所陪伴的弱势家庭跟弱势孩子。雅琪除了回馈家扶中心，嘛将扩大这份幸福，予需要离岛就业的妇女甲自立青年会当安心。除了感恩，就是家扶中心给我们的这些当初的救援啊，还有一些物资上的回馈。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生意比较平稳的阶段，我们也是很致力想要把这份福报就是回馈给社会。那不只是照顾家扶中心的孩童，那甚至说，像是2度就业的妈妈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困顿的自立青年，其实我们都是很愿意帮忙提供就业机会的。节目上12位充满温馨幸福的圣诞气氛当中，嘛将持续流传爱的故事。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过的。
迎接圣诞节登记关怀就是嘉义东教育发展的议员林美燕，日前号召淡市妇女联合会、空间慈善爱心协会，募集到大约4万块来买古早味圣诞平安果的行动，23号正式关证，场面相当温馨。长期关心教育市议员林美燕，这次结合了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以关怀弱势族群合同的理念，募集了4万块爱心善款。彩港大人囡仔拢爱食平安糕，要来送予南区、安平区、东区18间学校，总共1400多位弱势学生。在如果一些应景的，包括有一些真正需要的情况之下，我想在这时候在关键时刻需要付出爱心的时候，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跟我们康环金慈善爱心会从来就不是不缺席，尤其是我们爱心协会它也长期每个月认养很多学校的夜天使。就让小朋友在就是下课的时候，能够在安亲班上面，能够学习，能够让家长能够放心我想夜天使也是我们的慈善爱心会长期以来的，就是每个月在关心的一热心赞助的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以及康黄金慈善爱心会，希望借由这项小礼物，为囡仔带来温暖、爱甲关怀。很开心我们圣诞佳节即将到临了那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呢，我们的理监事以及我们姐妹们呢，其实都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圣诞佳节里面呢，对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关怀。那我们长期都是关怀这些弱势的家庭以及边缘户的家庭。那尤其在这圣诞节的时候，看到圣诞树，看到满街的那个，大家都有圣诞的气息。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糕，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圣诞佳节的欢乐幸福的感觉。除了这次圣诞小礼物，林美燕每到过年也会致敬弱势家庭年菜以外，经连续7天的时间，伫每当寒暑假发起长期供应弱势儿童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以及推动家境清寒学子学习成绩只要进步1分，就会当领取台南市复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真正让人足甘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迎接新的一档，民众除了参加欢乐的跨年晚会，现在嘛加了一项新的选择，因为台南市中西区真侪间庙宇要伫31号子时做伙共建祈福，要将跨年欢乐的气氛分享到周边的社区，嘛希望让整个城市感受到众神的保庇。1、2、3。口井擂鼓伫庙宇的信仰当中是一项真重要的元素，现在也成为咱市中西区跨年相当特别的活动。主办单位结合当地10间庙宇，做伙举办口井祈福的活动。市民会当伫31日暗时11点15分轮流口井来迎接新年。府城口井祈福这活动，这徛算是台南今年第3档啦以往无的。咱只是讲要利用这个活动来弥补着这个社区的长辈伫跨年因也无去参加这个跨年的晚会算要弥补着这个跨年的欢乐的气氛。一方面，咱嘛希望会当用这个钟声来代替这个炮仔声来优化咱台南的这个庙宇的文化这是其中一个意义当然嘛，希望讲会当邀请大家跨年12月31号暗时11点15分主持一刻咱做伙来厝附近的庙宇做伙用咱的双手来口井祈福。咱台南市会讲迄个众神之都尤其咱中西区咱若假日拢会看到咱大街小巷庙有绕境活动咱台南市民政局跟区公所按102年度开始推动迄个庙会活动的优质化致力降低减少鞭炮也是讲甘咱市庙来改善讲咱绕境活动迄个交通环境的问题减少讲迄个庙会绕境活动民众生活品质的降低啦嘛甲咱庙宇来迄个共同来努力来发扬咱庙会传统文化的特色。透过宫庙口井取代炮仔声甲烟火，
同时也提升庙会形象，也让无法度参加跨年活动的侪伙人甲囡仔有一个社区型的活动会当参与，嘛会当为来年祈福感受众神的庇佑。主办单位也准备祈福小礼物，要来送予参与的民众。台南新闻江硕伟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中西区尊荣里为了联系里面的感情，时常会举办各种的活动甲课程。这回为了应应个人社会需求，也特别邀请骨科医生陈建宏来分享时代健康保健，请上百位民众参加。社区活动中心设立目的，就是要让里民参与活动，联络感情。而伫咧咱台南市中西区俊王里，平常时就直接举办社区活动。每个月也固定开设健康讲座，要来顾里民的健康。我们这个社区啊，其实小朋友都在外面工作，所以长辈平常白天在家呢，没事可能就是逛菜市场，所以我尽量想说把他们从家中或者是社区的一些公园啊角落带到社区中心里面来，让他们可以比较有一个团体性的活动。让增加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因为有时候其实老人家在那边自己默默做运动，还蛮孤独的。他们会希望说有机会让人家多讲话，所以其实像我们的活动，比如说10点半开始，但大家大概9点半提早1个小时来做什么？来做玩话，来做聊天。这次的主讲者邀请到荣总台南分院骨科医师陈建宏，分享要如何预防以及远离骨质疏松。明白又个精彩讲解，互真侪里面听甲真有趣味，一直举手提问。原来治疗骨松是减少骨折啊，还有要做一些深蹲啊，还有棒式的运动才能帮助，还有我觉得其实很多是我们不了解。我觉得他讲得很平易近人，而且有些观念颠覆了我们过去的传统，所以他有那个答案又有奖征答哦，临时随时的那个反馈，让我们能够非常了解骨质疏松好的原因，还有怎样的治疗。其实，在老化的时代里面，我们面对到的疾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面对到含骨质疏松、肌少以及衰弱。这当中最主要的治疗，除了基本的药物的使用，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强化自己肌肉的力量，适时的营养的补充，包括蛋白的部分。那重点是有吃没有动，其实对帮助是有限的。我们更要透过积极的运动。什么叫运动？包括无氧，类似走入健身房，我们会增加下肢的肌力。毕竟很多时候跌倒的问题来自于大腿没有力。当然，大腿没有力的核心可能包括脊椎的病变或者是退化性的膝关节。这个时候有需要还是建议到医疗院所做进一步的评估跟追踪。但重点是保密防跌，保持你的骨密度，预防跌倒才是基本的治疗之道。现场嘛有准备骨质密度的机器，免费替里民测量，了解自身骨质好歹。另外，里长嘛有准备艾草手作，让里民有了健康知识，嘛会当动手做手工艺品。台南新闻焦硕伟采访报道。2006大地震已经要5周年即刻，大湾武良宫公布当年监视器所录下地震第一时间对标冲击的记录，竟然只有门带登去，门自动拍开，其他拢无受损的新者来感念将新尊的祝福。2016年台南大地震，大湾武良宫距离放落去的维管大楼只有100公尺。现在大楼虽然已经原地重建完成，不过武良宫注意回想过去因只有门带登去，光明灯煞位，其他灵条结构拢无受损，102位神尊嘛拢无震动。特别伫5周年即刻，透过当时监视器的全记录，共同见证献武上帝信者将灾情降到上低。本地啊，维管大楼倒
是成安倒安都西平，啊过来，即个咱献母上帝吼，因五尊兄弟啊，吼献母上帝、真母大帝、真母上帝、二元上帝、五级上帝啊，伊甲怎啊甲硬怎啊插加啊塔安都，即个朝向永大路2段的正东方，吼，甲即种灾害啊，降落来上低安尼。当然啊，是即个庙方啊，吼，咱这门串，吼，咱这门串楼顶楼骹，吼，即个用上帝跟献母上帝遮吼，咱有即个光碟片，吼，安尼那一刹那吼，安尼夹，啊，像啊自动吼，像啊拍开上即份安尼，但是啊，迄门串吼，拢结断了。当然啊，先得伊有讲即个因为离咱遮足近，啊，即个先得啊吼，那秉持着人讲的，即个爱大显神威，甲即种灾害啊降落来上低。台湾武良宫为了感念玉皇上帝赐福，除了并写关怀弱势民众为先神大德消灾祈福。迎接新的一冬，庙方将伫7到15举办点灯过7星平安桥，要100块地当拨发财金，互信徒开门见财，有机会抽高级电动机车。以过去2冬办过经验，即摆将经盛况空前。农历正月初1到15啊，伫咱的广场拢举办着点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啊个斗灯，当然也有过7星平安桥。上主要的，咱有拨即个发财金。今年啊，上特别的，吼，咱的即个拨即个GoGo路，吼，高级即个迄个电动机车，吼，100块，100块。农历正7到18，主要你100块啊，吼，等下满3杯，吼，后壁迄个即个券吼，就等即个满3杯的准决赛权。等即个农历正月19，拄啊拜六啊，吼，迄个早就开始 PK。迎接好年的7到15，照到庙内连拔3圣杯，就当得到敬杯资格，嘛祈求献母上帝继续保庇信众阖家平安。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根据生态病指出，台湾心衰竭盛行率大概3%，五冬的存活率只有50%，其实其恶性肿瘤的存活率较低，所以医生特别提出警讯，呼吁民众若当时出现喘、疲劳或是水肿的情形，一定要特别注意。生态病心脏科医生林嘉玲表示，一位爱食薰高血脂的32岁男性，因为喘合并胸坎结扎，被诊断心脏无力，才转到生态做心导管，结果证实血管慢性完全脱掉的是严重冠状动脉疾病。医生表示，虽然该年轻案例较少，不过主要就是呼吁大家，该疾病甲年纪侪少无绝对。避免食薰，注意血压、血糖、甲血脂以及喘的情形，因为都有可能引起心衰竭。喘其实是一个我们称之为非特异性的症状，所以单纯就喘这个症状，很难去分辨说原因可能是什么。那有一种喘的方式特别鉴于可能是心脏衰竭造成。如果你的喘是在晚上睡觉躺下来的时候特别严重，睡一睡觉得不舒服，起来坐起来休息一下反而好了，这个叫做端坐呼吸，这倒是一个比较常见于心脏衰竭的症状。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确实就要小心是不是可能有心脏衰竭的问题，就建议寻找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医生说明，心脏无力，因为会有喘、甲忝、个肿的症头，甲其他真侪疾病拢类似，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的评估，量早发现，才当提高治疗效果。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